气象署继续发布中度风台凯美的海上陆上风台警报，也因为这风台渐渐伫咧晚近，东半部地区已经开始伫咧落雨。也若拜三透早呢，暴风圈接触到陆地，北部也个东北部地区雨水会搁较强。气象署预估这风台会伫咧拜三暗到拜四透早会对宜兰花莲附近来登陆。拜三拜四影响台湾上剧烈，全台湾拢爱注意大风雨。吊车出动，将梅花湖的七头船吊起来。因应风台来，梅花湖的七头船中昼过后就停航。虽然在落雨，工作人员嘛较紧，甲船只集中，互火车载去安全处来保管。即马当地宜兰在办的国际七头米节，园区嘛开始在做风台作业，为着确保游客的安全，拜三拜四会向远2天，风台照在的复原，开园的时间还袂定。风台一直挖过来，东部沿海的风影是愈来愈大，但同款有民众走去海边在看风影，海巡人员一个抗议嘛沿海划线公布。此处为管制区，请尽速离开，谢谢配合。在台东地上的观光热点金城武树，互工作人员用锁包起来，边仔的车路嘛有封锁线。金城武树伫过去因为风台来，捌规张口甲挽起来，即马若发布风台警报，公司就会启动保护措施。台风主要是吃北风啦，那我们就是会针对北风这个面向，我们会来加强它的固定绳索。凯美风台已经来到高端片东方的海面，继续向北北西转西北来行。7级风平均的暴风半径来到200公里，强度继续增强。暴风圈渐渐入来，包括海峡含台湾东北部的海面，陆上警戒范围是继续扩大。暗算风台伫拜三半暝到拜四透早，对宜花附近登陆的机会较大。明天的下半天到后天的上半天，中心有可能会通过台湾北部的上空，因此周三、周四将是它对我们影响最剧烈的时刻。这一次的降雨热区几乎是在全台湾，那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在北部、宜兰、中部以及中南部山区。拜三拜四全台湾拢爱严防大风大雨，其中东南部的山区、宜兰山区，甚至会来到超级大水河的等级。到拜五风台愈来愈远，环境场转偏南风，就风台村的水汽影响。迎风面的南部天气同款是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